以赛亚书第35章，受救赎的子民归回錫安。曠野甲打蛇的地要歡喜，沙漠要快樂，親像玫瑰開花。玫瑰要開花無成，要歡喜歡呼。伊要有黎巴嫩的陽光，要得到加密甲沙崙的光彩。因為看見上主的榮耀，見到咱上帝的光彩，得互軟弱的手堅強，互無力的腳頭有徛在。心肝驚嚇的人，恁得對因講：得堅強，毋免驚。恁看，恁的上帝要來伸冤，上帝一定會施行報應來拯救恁。迄時，失明的人目睭會看見，失聰的人耳孔會聽見，骹歹的人會親像鹿著跳，袂講話的人會歡喜唱歌。風暴要有水湧出，沙漠要有江河在流，炎熱的沙地會變做水池，打掃的土地會變做泉源，豺狼大的所在會發青草、蘆葦甲蒲草。佇遐要有一條大路，人甲伊叫做聖路，無清氣的人攏袂當對遐經過。迄條路是為着上帝的子民做的，行迄條路的，連戇人都袂迷路。佇遐無獅，凶猛的野獸嘛袂出現。佇遐人袂拄着野獸，只有受救贖的人會行迄條路。上主贖回的人會倒轉來，唱歌來到錫安，永遠的喜樂會做因的花冠，因為歡喜快樂，無閣有悲傷吐氣。